鼎新集团日前宣布将重组味全龙重返中华职棒，引发关注。而有关外界误解当初是由魏英冲解散3连霸总冠军的味全队，魏英行今10日也透过脸书替他平反，并澄清当年其实是魏英行担任味全的董事长，解散球队并非魏英冲所决定，却让对方背了20年的黑锅，他感到相当抱歉。魏英冲今日在张贴一段影片，从影片中可见，他与魏英行拿着相关报道，并针对当年是谁解散味全龙一事进行对谈。魏英行表示，当年解散球队，让对方被误会，完全是不得已，也很舍不得。他强调，由于职棒黑影壮壮，且总教练徐生明受伤等因素，才会决定解散。魏英冲是家中最爱棒球的人，听到球队要解散也相当反对，不过不敌其他兄弟意见。而在味全队解散后，魏英冲就到中小学资助各校球队。他强调，喜欢低调的做，让基层球员有向世界舞台发挥的机会，这也是企业该做的事情。魏英行也回应，虽然养球棒很花钱，但为了让3董、魏英冲、圆梦全家族跟企业集团都会支持。实习编辑斜线许雅竹。